10月17日是国际消毒贫困日，家扶基金会主办甘苦生活节，到今进入到第9档。因表示讲，这2年的统计发现单亲妈妈的比例超过一半，而且大多数拢是受到疫情去扰乱着因的生活。这回邀请艺人何君祥来做爱心大赛，希望透过艺人的分享，让更多人知影伫社会当中的故事。 我有时候会在妈妈做家庭代工的时候，我会在家里帮忙顾弟弟妹妹。爬上台顶分享家己的日常生活，虽然看起来歹势，但是国中2年的小安对家庭所有的付出，拢是来自一份对妈妈的不甘。家扶基金会为着响应10月17日国际消毒贫困日，主办甘苦生活节，希望借着2个单亲家庭的故事，提醒社会这个世界也有真侪需要关心的人。 其实这2、3年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甘苦家庭家长们非常的辛苦，尤其是女性的家长。家扶基金会表示，因所辅助的单亲家庭当中，单亲妈妈占超过一半，所以因认真推动家长的1零培训。亲像这位来自印尼的单亲妈妈安娜，就伫基金会帮助之下，摕到主家的证照。我感谢家扶有开个这个课程，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家长方案课程哦，就是鼓励姐妹们多多参加。艺人何君祥是甘苦生活节的爱心大赛，亲身拜访单亲家庭，嘛参与互动一段时间，已经做爸爸的伊，真心佩服这个单亲妈妈。单亲的妈妈，然后一个人要抚养孩子，然后又要身兼父亲的工作，又要去外面工作养家，然后就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。 送出一张家己甲弟弟妹妹画的图，小安讲要感谢何君祥来到因家陪因佚佗拍球。家扶基金会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让社会注意到这弱势的家庭。记者麦上英宗派文台北报道。